歡迎收看客家網絡學院明日一行二新聞。客家語言會主任啲嘢顧秀薇4月19號來到苗栗三義用田團橋、南團橋參加2025同法之後神仙音樂會，同縣市政府代表地龍田村採體團隊研究嘅客家百葉拍，用3片語藝術見白講，表達對天地嘅感恩同敬意，希望透過鼓勵本土文化嘅適合化嘅朋友，來做得感受到客家傳統美食、意見，還有當前嘅文化內容，鼓勵大家行業拍檔。行業在哪？啲現狀講同法嘅世界，未做定認識採體嘅人文歷史，來一轉程度嘅文化體驗。顧主委表示，今年客家會先啲3義用田團橋舉辦同法之活動，主要係希望結合客家音樂同體驗藝術，帶大家認識3義拍檔嘅地理環境、歷史文化同過去先民必到生存、怎樣打拼嘅故事。音樂會一開始由何雲娜同北埔百音團帶來精彩嘅演唱同演奏，下後一年飛鳳舞團、廖阿昌、老大幫樂團、喬數同江美琪連登上台表演，帶來好聽嘅歌聲同音樂，為現場民眾聽到7分熱吻。以上係客家網絡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為到大家見本日嘅明日一行二出係音樂，阿姊嘅興趣係聽音樂同唱歌嘅。阿姊嘅興趣係聽音樂同唱歌嘅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